成立满2周年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为了让市民了解因的成果，日前因特别举办了主题展，以着今年年度的课程核心沟通为主题，规划4大展区。除了成果的展示，也安排了手作体验的课程、甲美业体验等丰富的内容，让参与的青年朋友在过程当中了解到家己适合的职业方向。我们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今年109年度大概协助了6700多个青年在寻找他们职业的方向。那今年其实是我们一个整年度的成果展。那在这个展当中，我们有去展出了我们在讲座啊，或者是各种团体课程里面的跟青年的一些互动的过程。那今年的整体的执行状况，其实较去年来讲，我们大约成长了2000个人次。那我们希望运用这样一个多样的活动来协助青年能够去在他们当对于职涯感到迷惘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就服员一起来帮助他们来寻找人生更清楚的方向。就是都是可以自我探索，然后从里面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其实他们有办很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是不会只局限在我们学校只学的这样。亲自参与职业探索的分署长也对着这个主题展非常的肯定。同时，分署长也邀请有需要的青年朋友，会使到因的职业发展中心。我很惊讶也很惊艳，也很开心，因为我自己虽然在公部门，但是今天来到实境的探索之后，我了解我的兴趣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如果我是青年，我会好好的来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域。那欢迎各地的青年都可以利用云嘉南分署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我们会带领青年进行职业的探索，还有企业的参访，甚至我们会办理很多精彩的营队。那么希望对青年人职业的发展跟规划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欢迎各位青年学子多多利用我们云嘉南分署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云嘉南分署就是希望透过安尼轻松特别的主题展，让青年朋友会使更加了解因，在未来有需要的时阵，嘛会使找因斗相共。同时也让大家知影，职业探索是多元而且趣味的。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